我哋唔想再俾 AI 科技同埋社交平台影響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更加疏離。大家需要真正嘅接觸，真嘅，我哋需要與人建立真實嘅關係，對嗎？而家比以往更需要。我嚟到呢個堂區嘅時候，唔係天主教徒，亦都唔係基督徒，但係耶穌喺我心裏行動。我第一次望彌撒，就立即感覺到我係屬於呢度嘅。我同家人嚟咗呢個堂區差唔多30年，同神父啊好多教友都認識咗好耐，好似一家人咁。我感覺堂區就好似我屋企一樣。我哋揾到一個可以返回嘅地方，總係揾到良好嘅友誼，揾到好朋友，無論白天或晚上都受到歡迎。我哋難以割捨咁深厚嘅關係。堂區就好似一個家庭，喺呢度揾到關懷同埋愛。喺呢個堂區長大真係好感恩，佢係幫到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，同一啲志同道合、價值觀相同嘅人一齊成長，亦都幫到我點樣培育我嘅仔。我成日提醒自己，教會係一個我可以經常返嚟嘅地方，就好似返自己屋企一樣。現在對我嚟講，最重要嘅人就係能夠將佢哋帶入教會，等大家能夠分享福音嘅喜悅。呢個的確係我最喜歡嘅事情。我希望呢個堂區，我哋嘅社區，能夠永遠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。一個清靜嘅地方，一個充滿資源嘅地方，成為可以培養下一代嘅地方。當我合埋雙眼，諗翻心目中最理想嘅彌撒，就係所有教友都投入，成為彌撒嘅一部分。彌撒本身嘅含義就係將我哋所有人整個團體聚集埋一齊，就好似有天使嘅歌聲喺天上同我哋一齊讚美天主。我哋都希望我哋嘅社區成為一個希望蓬勃發展、信仰不斷成長同生命有所改變嘅地方。你嘅教區擴展計劃嘅捐款會轉化為教會事工、天主教學校同埋慈善事業，能夠幫助你嘅堂區蓬勃發展。讓我哋建造一個可以展示希望喺呢度蓬勃發展嘅堂區。